今日係6月9號星期一，幫港出聲即日快遞同大家討論美國意圖反對中國興建駐英國領事館，但係就被英國打臉。呢個世紀大鱷睇嚟已經鱷唔出樣啦。自從關稅戰之後，美國一再出爾反爾，呢頭傾好咗協議，嗰邊又出新招打壓中國，更反過嚟污蔑我哋破壞協定。到中國出手反制，佢哋又心驚膽戰咁樣要求談判。總之就係不斷彈出彈入，重複攻擊完你又要同你傾嘅過程。喺公布日內瓦協議之後，美方又祭出連串打壓中國嘅措施，包括禁用華為晶片等。中國當然未驚過啦，立即限制稀土輸出，令到美國軍備生產幾乎陷入停頓。美國總統特朗普自然頭痛，千方百計想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。終於中美元首喺6月5號通咗電話啦。之後特朗普就鬆毛鬆翼，單方面咁話中方同意出口稀土同埋磁鐵到美國。中方不斷釋出善意，你要打壓我奉陪，你要談判我都奉陪。美國偏偏就不知好歹，一而再咁樣使出陰招。據星期日《泰晤士報》報道，白宮要求英國唔准中國喺英國金融區附近興建超級大使館。中國政府喺2018年購入咗倫敦英國皇家鑄幣廠嘅舊址，作為新建大使館嘅預定地。之前一班疑英友已經幾次示威反對，但係完全冇效果啦。終於背後嘅 Big Boss 美國出手啦，以可能存在國安疑慮，要求英國阻止中國呢項巨型使館嘅建案計劃。但係令人意想不到嘅係，英國呢個一向聽話嘅美國小跟班，今次竟然還鴨啊！英國科學創新及科技大臣更炳德就事件表示，英方會處理呢件事，唔使憂慮安全隱患，即係話我有分數，唔輪到你指指點點。所謂失道寡助，美國此惡還恨，一直以嚟不斷欺壓其他國家。英國喺今年嘅對等關稅之中，亦都成為受害者，對美國有幾不滿，不聞而知啦。養狗要佢聽話，都要俾佢食得飽啊！何況美國根本就冇喺度養佢嘅跟班小弟，只係靠惡施淫威。如今美國都知道自己主導地位不受挑戰的時代已終結，過去嘅跟班們仲會繼續聽話咩？未來我哋可能會見到呢啲跟班陸續反美嘅場面，相信一定會好好睇。小二先嚟2根花生。